149首哈，咱来看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壁，来，脱出罪恶。稍等下，要不起来，稍等下。OK， 出来了。主，我求你，主，我求你，入地甘面的主有徛在，叫主我来求你，肉体边听，肉体边听，你使我勇敢，心心能将你使我活命，脱离我最正心的力量，救主我来救你，救主我来救你，吼不管这世间发生什么代志，不管你我咱的逐日的生活环境有发生什么代志，人爱一心一意，只要你若承认上帝是你生命的造物主，咱的人生到尾要搁到伫伊的面前，咱就亲像归于凡乡，就是到死直直要受转去到咱的天父遐。救主，我来救你。好，来，咱过来看一首，620首。头前吼 ，Hello， 头前这个荧幕也无出来哦。头前这个荧幕无出来，这个荧幕无出来，等下我讲多煞，毋知要讲啥。我第一摆听到这首歌，是伫所有的蒋公、张中正总统过身伫伊的葬式的时用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深深伫我的心内。我是感觉真水的一首歌，但是过去咱的教会真少咧唱，对古圣诗就拢有伫遐啦。听通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见星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互我无求为看真远路途，扶持脚步，渐渐引带保护。咱一步一步要向上帝国直直迈进去。听通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见星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是阮的主，阮需要一个路灯。是阮的主，伫阮人生恐慌不安的路径的中间，阮需要一个真光来引带。感谢上帝，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晓一粒星。感谢上帝，伫阮的信仰人生的中间，耶稣基督就是迄粒星，要带阮到伫上帝面前。感谢上帝，当耶稣对死搁活上天了后，留落教会成做阮逐个人三甲伫遮聚集温暖的所在。教会的十字架搁成做地区的星，
每一个基督徒嘛正做别人身边的亮光。上帝，阮感谢，愿真光永远伫即个社会存在，因为基督徒伫遐。愿今仔日虽然外面真寒冷，总是遮的百姓较无你的话，较无你的恩典甲祝福。上帝啊，保守阮，阮嘛为着遐个年老的人、身躯欠安的人、灵心倒退的人，愿上帝你赐圣神伫因的内面，坚固因，互因永永远远记得上帝。阮拢需要上帝的恩典甲恩赐。但阮从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无论是甚物款的人，伫暗前的中间伫侍奉，看会到的、看袂到的，上帝啊，愿你坚固因的手所做的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就开始今日的敬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敬拜主耶稣嘛真正好，真正好，有你甲阮三甲学乐嘛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天气真寒，对无？对无？对嘛？啊，毋知有影响到大家敬拜的热情无？有啦，恁唱甲足细声的呢。我拢甲恁哪会讲无？恁着唱甲足细声，所以我毋才甲恁问，对无？好啊，为着要互大家敬拜有热情，对无？但等下伫咧唱这首歌的时阵，咱们有一寡动作，吼，真正好，来，甲你的大拇指比出来，真正好。唱着真正好的时阵，你着用力的按个赞，吼，真正好的时候才按赞哦，莫学袂呢哦，吼，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安尼晓无？真简单嘛，对无？好来，好啊，毋是讲遮简单的，啊，搁请大家起立无？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真正好。甲你的双手，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伫我心。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伫我心。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伫我心。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伫我心。我有恁爱。我有你爱，那刚好我有你爱，那刚好我有你爱，那刚好伫我心。我有你爱，那刚好我有你爱，那刚好我有你爱，那刚好伫我心。亲爱的姊妹，是安那信主真正好，因为信主的时阵，咱们学乐对无？
对。俄乐的中间，咱会得到什么货？这首诗歌甲咱讲有平安，有喜乐，搁有忍耐。邀请大家搁再一届，咱来唱这首诗歌，来得到对主所赏赐予咱的平安、喜乐甲忍耐。来，咱用咱双手嘛来俄乐哦。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伫我心。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我有平安，那刚好伫我心。我有喜乐，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伫我心。哈利路亚，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我有喜乐，那转弯伫我心。我有忍耐，我有忍耐，那刚好我有忍耐，真好。我拜拜礼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诗篇第1篇第2节，甲咱讲，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善思的，嘛是伊的律法。伊的一生要行通。亲像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嘛袂孤单，因为伊是属木的人。咱参加唱这首《属木的人有福气》。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伊的爱是咱路手的光明。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将伊的话常常放伫心肝内，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遂。咱着常常思慕耶和华，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思慕的人真正有福气。几年为2017年的年底，一直到这几年啊，对，2018年开始，即摆上流行饲的宠物是啥物货？大家知无？啊，大家拢知影，青蛙对无？水鸡。啊，饲水鸡要创啥？这毋是一只真正的水鸡哦，吼！好来，咱呢来看一下。那下等咱先来唱这首诗歌，我等来跟大家分享这只水鸡的故事。咱来唱这首《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你的路。万山也山高，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途途，你听我明白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行。一步搁一步，这是远茫的路，你行你走，引带我行这人生路。早讲到水鸡对吧？有饲水鸡的人也唱啊，遮少哦。啊，恁若拢知影，即摆最流行的宠物是水鸡。好啦，甲大家介绍，这就是传说中即摆上流行的宠物，叫做水鸡。啊，这不是真正，不是一只真的青蛙，这是伫手机啊内底游戏。哦，啊，这只青蛙你若这下载这个游戏，你的责任是啥？你就是逐工爱去帮伊挽草，你有看到伊倒手边迄个图无？顶管有草啊，对无？你爱去甲伊挽。啊，你帮伊挽草啊，你就用趁钱。啊，你用趁钱了，你就用帮伊买食的物件，帮伊买伊用的物件。啊，帮伊款了呢，这只水鸡伊就会点点家一个人
离家出走去旅游，所以这个游戏叫做旅游的青蛙。啊，不过伊出去了啊，伊袂甲你讲伊什么时阵要回来哦，伊袂甲你讲。啊，回来了啊，伊会做什么代志？伊就是伫遐食饭，伫遐看册，伫遐做伊的物件，伊拢袂甲你有任何的互动。啊，有一天阮就会和阮的朋友呢分享一个，会甲伊讲，即摆很流行这个游戏。跟阮这个朋友听着，甲阮讲，啊，这不是跟即摆现代亲子关系很像吗？好，有的人听到就会讲，跟现在的亲子关系很像。好，伊就讲，伊就甲阮问讲，啊，恁家己就饲两个囡仔，佮无够烦是无？佮要饲，佮要照顾一只。我想想嘛有影吼，有当下家饲，伊也袂甲我耍啊，对无？啊，嘛袂甲我回答，对无？刚我甲伊捡物件，食了，伊就出去啊。出去嘛，无爱甲我讲一声，啊，等下嘛，无爱甲我讲一声，伊家己做伊家己的代志。所以有当下可能我耍了，感觉爱足无聊的时阵，我就用安那，我就用甲这个游戏删除掉，对无？我就甲游戏删除掉，我就免负责任嘛，对无？啊嘛无人会甲我讲，啊，你来甲游戏删除掉。都是亲爱兄弟姊妹，我照顾一只青蛙，我拢会感觉足无聊的，对无？总是你想，咱的天父上帝爱照顾咱每一个人。伊讲什么时阵我甲人讲话，我甲恁照顾甲足无聊，恁拢袂甲我讲话，你嘛袂甲我有任何的互动，所以我来照顾你啊，会无？咱的天父敢安尼甲人讲，袂，伊即首诗歌爱甲咱讲，稳定的路，咱的一生，咱的天父上帝绝对袂像我，甲迄个游戏删除掉一样，伊会永远带咱行咱人生的路，每一个脚步，伊拢会引带咱。咱三个再来唱这首诗歌，稳定的路。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关山野山谷，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独独，你听我忍慢我，永远无变的应允，这一生拢是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予我得到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望的路。你听，你唱，带我行这人生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予我得到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望的路。你听，你唱，带我行这人生路。你听。你唱，带我行这人生路。咱这是礼拜要开始，咱请咱的兄弟甲咱的手机。像咱建人即事所讲，迄个手机咱先甲伊关掉，然后咱请咱同齐起立。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关联归互伊。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着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这是咱三甲游园徛地，咱用。使徒圣经搁一遍来告别咱的信仰，咱三角来坐念。使徒圣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犹原徛伫咱当心来献上咱的祈祷。阮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用权能立你，互你照时，互四季来运转。当进入到冬天是寒冷的时，阮一齐到伫你的面前，阮要将荣耀、颂赞咧归予你。即时伫寒冷中，阮恳求你帮助阮，倒转到伫你的面前，将阮的心灵摆伫你的内面，互阮秘伫你的十股下。互阮伫遮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温暖，甲你的安慰。这是阮少年，阮伫病痛中的兄姐，恳求你赐你的安慰，赐你的医治，甲因同在，特别将平安甲伊的全家族同在。阮这时也将阮伫困境、苦难中的兄姐来放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互因知，无有任何的困境、难题赢过。充满宇宙万面的你，无有所有这黑暗会当拍倒阮。恳求你因带保护，赏赐因仰望信心，伫新的旧年伫遮交替时，恳求你甲因三甲之地，也甲阮每一位同在。帮助阮会当先恳求你的国、你的义，就所有阮所需要，你就要赐予阮。恳求你即时甲阮同在，赏赐看顾，保守阮。伫你的内面，将你的信，将你互阮迄个呼召放伫阮的面头前，向你所为阮所插的标杆来向前。恳求你，无互黑暗甲阮拍倒，无互困境来甲阮延前。恳求你，互阮安稳徛在，过来几工寒冷的时，恳求你，互阮平安大甲小，拢伫你的保守下面。恳求你帮助我伫你的内面，成做一个咬喙打耳无语的人，互阮知阮是有福气的人。恳求你，互阮逐日得到满足，即时阮也要得到满足。恳求你甲阮同在，将圣神的感动充满伫阮在座的每一位。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就听阮祈祷。请坐。这是要献奏，咱请手青团。因为要献奏有拢总有3首。咱真欢迎因伫礼拜中用手青来甲咱同齐敬拜。因每一个。因每一个拜伊拢伫遮真辛苦练习，咱即时，咱将伊交托伫上帝面前。
热烈的呼声，咱来感谢因啊，甲因鼓励甲支持。因目前还阁有欠团员，请咱的兄弟来主动报名。你若感觉你会使吼，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咱的圣经来看马太福音5章，咱要为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我来读大家详细来听。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耶稣看见遐个规阵的人就爬上山，已经坐，伊的学生就近伊，伊开喙教示因讲：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枵喙焦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为着义捌受捆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圣经读到这。这是咱要来三角来读马太福音5章第6节，伫咱的周报顶悬有咱三角来用台语读一遍。枵喙焦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咱华语嘛来读一遍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下面赞美，咱要来请圣歌队。因的诗歌是何山那归大笔的后裔。游玩掌声鼓励，感谢因的辛苦。这是下面的讲道，咱要教牧师，伊的讲题是有福气的人的第5讲，枵喙焦嫌无义的人有福气。咱将时间交牧师。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下早起咱有听到秋景团，咱有听到圣歌队，
副馆长就伫咧问我讲，牧师，因若走了，敢会当请大家人甲因掌声鼓励一下？会当啊，袂当？会啊。我甲你讲吼，有人讲绝对袂使，因为这个学女是咧学女上帝啊，甲人拍婆啊。这是一种的看法，无毋对。一切荣耀只有归上帝，这拢无毋对。啊，嘛有人讲，哎啦，爱甲人啦。虽然咱一切拢因为着荣耀上帝，无毋对啦。但是这个荣耀的中间，这个伫咧发声的，伫咧努力的，这是人。伫做人拢咧无用的时，这也阁有一寡人欢喜半因的时间来练、来操、来为着荣耀，因付出真多。咱来甲遮个人鼓励，虽然一切最后归伫上帝，遮个人嘛需要鼓励。安尼到底是会当拍包啊，袂当拍包啊？为个教会讲袂使，我甲伊讲，咱教会较有人性的啦，好毋好？所以咱往来甲遮个人拍一个扑啊！来，咱甲即个荣耀归予上帝。了解吼，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伫咱的一生的中间，有足侪代志，无绝对的看法。你嘛毋通有随便伫你的人生、伫你的生活的中间，随便为着某件代志挂上绝对值。因为即世间绝对的物件足少，所有的物件，几乎所有的物件拢是相对的代志。你毋通甲相对的事当作绝对的，安尼你的人生会偏差。所以，请伫你的生活的中间，包括伫你的价值的中间，甲会当的是，甲一寡绝对，你看做绝对对、绝对毋对的物件，甲遐个地掉。但是下早起我伫遮，我要讲，只有一项事，这是绝对的物件，请你爱甲挂上绝对值。这是啥物？这是耶稣伫咧讲，你要成做一个蒙恩有福气的人吗？你若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你就爱亲像，只有一幅图讲，你就爱咬喙焦，伫咧创啥？心无忌。你若要成做伫上帝面前看做有福气的人，你的一生你就爱定定亲像一个咬，巴肚咬。佮喙焦来心无义的人，耶稣讲，即款的人你有福气。注意哦，亲爱的兄弟啊，伫你的生涯的中间，我毋知你伫咧追求啥。你枵，亲像一个真枵饿的人伫咧追求食物通食。亲像一个人为着要活落去，伊需要足喙焦，伫咧追求有水通啉，所以有物件通食，维持性命；有水通啉，维持性命。迄是变做上基本、上要紧的一个食物、食食，迄个是性命的基础。但是你要追求，你到底？伫你生命真正安尼的中间，你咧追求啥？真侪人家己的时间咧追求钱、追求身份、追求地位、追求。我甲你讲，伫真侪人，你若甲你的时间、甲你的一生刻伫追求这外在这的物件时，你无时间通好陪你的囝，你无时间通好陪你需要的父母，你无时间通好完成。你真侪人生要紧的代志，偌侪人到伊人生已经到最后啦，伊回头一看，我人生拢也毋捌为着家己活，我人生也毋捌为着我家己做我爱做的代志。那安尼，你几若十年、30年、50年、70年，你咧无用啥？你咧追求啥？只有一个你的人生爱挂上绝对值的。这个是绝对要紧的。耶稣讲，你若要成做伫上帝面前，成做互上帝看做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就爱咬喙焦，迄无啥义，咬喙焦亲像一只动物，咬喙焦伫咧追求食物。我若无食，
5天10天无食，我会无力；5天10天无水通啉，我会死去。来，咱来问一下，到底一天直直过，拢无食，拢无物件通食，较紧死，还是拢无水通啉，较紧死？我若敢若听到无水，拢无水通啉的人，会较早死对无？你互伊食物件，但是完全无水分；你互伊啉水，完全无物件，安尼倒一边会较早死？无水较早死，无水会较早死。所以食物真要紧。你禁食祈祷，我毋知你有经验禁食祈祷，你禁食几工？1天、2天、3天、5天、7天。我知有一个牧师，台中的山顶的曾牧师，伊比耶稣禁食较侪工。耶稣禁食几工？40。山顶教会的曾牧师禁食49工。但是你会使49工无食，你袂使20工无啉水。所以禁食祈祷的人绝对要啉水。只要有水，你会当活落去。有时你若万一又发生啥物代志的是无水通啉，你要啉啥？啉家己的尿，会互家己佫活落去，会记啊哈？因为咱身躯70%以上拢是水分，迄个到逐项拢无的时，就只有水分出来。啊，迄个你若会当佫回流，你会当活，天后拯救来临。OK。只耶稣用一个真简单，人生你无论你的价值是啥物，无论你咧追求啥物，你毋通袂记得，甲你的时间、甲你的精神、甲你的性命、甲你的年岁，拢伫咧追求别项。但是遐个物件到最后无一定会当兑换上帝国，无一定会当兑换上帝国天堂的入门票。你毋通亲像一寡人讲，我足侪钱，上帝啊，我用遮个财产我来兑换，无。我做社会地位偌悬，我要用遮个来兑换上帝国，无。上帝讲好啊，好个尽忠的奴仆，你会当入来，甲我三甲啉食快乐。上帝国，你若伫遮咧看到讲上帝国伫遐会当啉食佮快乐。你安怎啉，安怎食？迄个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健康，只要你佫慷慨，迄拢会使。但是毋通袂记伫啉食的背后，你还佫追求上帝国的义。所以，即个你啥物物件你拢会当做，但是上帝国的义，你有伫咧较无伫咧追求无？加和本来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伫咧咬喙打追求，到尾啊，上帝会互伊得到饱足。咱华语的，咱来我想即个咱来读一下好毋好？这无论是和本的、现代译本的、甲英语版的，我想咱拢来读一下。来，预备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现在一本来，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嘴大，要个嘴大，这是讲渴望。来，英语咱来读一下来。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 这个只讲 hunger and thirst， 要嘴大 for righteousness， 为着公义，为着公平正义。为着这个人间有上帝目睭中看做公平正义的事的实现，人爱咬喙大，望伊会当
即款的国度、即款的世界会当实现，通过啥人来实现？通过每一个基督徒，通过每一个上帝创造的人。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存在有你的目的甲意义。无论你是什么款的人，无论你的才情，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款，逐个人共一个目标。迄个目标就是你伫遐咧做即个工，但是伫咧实现上帝国的义、上帝国的美好、上帝国的公平、上帝国的仁爱。迄个上帝国的临到的时，迄个社会足水。但你有正做迄个实现上帝国临到迄一个人，你有伫咧扮演迄个角色无 ？Righteousness。真侪基督徒，圣经有咧读，有咧祈祷，甚至伫教会有伫咧担任职务，但是伊的生活真独裁，伊的生活真无咧顾虑到别人的感受。我想，迄个甲上帝国的落实就差距起来。人活伫上帝话内面，但是伊的生活方式无上帝的款。我想伫遮今仔日伫咧讲，耶稣咧讲有福气的人，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较无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有福气，上帝要互因得到饱足。遮亲像鹿切切心无亏水，亲像遮的动物伫咧牵耍的中间，对一个野地到另外一个野地，对旷野地到另外一个，因就是切切。因为若无找到通食的面，因会死去；无拄到水源，因会打去。你讲，恁着较无上帝国的实现，亲像安尼，亲像动物伫咧较无遮的水泉一般。啊，即个看到的是啥？你迄个较无的态度积极。所以，若是安尼的时，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即个所怎变做上要紧的事，其他拢是次要。遮已经付出一个上要紧的。上要紧的若出来了，剩的已经变做次要。问题，我所亲爱的兄弟，即句你的人生用什么做上要紧？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你的时间拢咧追求啥？你的时间伫咧创啥？会记得上帝国的义有可能伫你的家庭的中间，上帝国的义有可能伫你的工作的场所。上帝国的义有可能伫彰化你大的社区的内面，社区你的公务，你大的所在，若一寡无公平、无正义、无应该的代志，你若住伫遐，会记得你踮伫遐就是亲像一拍火，你伫遐就是一个争执，要通过你存在，迄个社区变做较好，迄个嘛是咧追求上帝国的实现。每一个人用你无共款的温书才情参与伫即个国度的起造，所以这是一个上帝国的观念，毋是干那是教会观。伫耶稣互我的，伊所领受的，完全是一个真空、真阔、真阔。这伫上帝创造下面，咱会看即个上帝的造化。但伫遮有一个人。咱会讲信仰的老爸，信仰的老爸阿伯拉罕，伊上要紧的是伊99岁、100岁，上帝予伊一个独生囝，干那即个尔。伊即代差不多要花去啦，遮尔老啦，伊的夫人人杀啦，嘛袂生啦。但总是拄啊伫遮，伊即代要衰以前，上帝予伊一个囝。然后，予伊一个囝了后，竟然上帝对伊讲：“阿必然，甲你的囝献互我。”其实，这个是上帝爱伊的囝的命吗？毋是，上帝咧爱伊的心。上帝要看阿必然的心，你到底有甲我刻伫你的心内无？我
即个呼召你出所念的上帝，到底你甲我当做啥物？你有甲我看在眼内啊无？还是你即句甲你的宝贝仔囝当做你的上帝，佮比你的上帝较要紧？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其实伫圣经的内面，伫咧讲你拜偶像，拜偶像，毋是咧讲你拜迄个插头啊无。迄个偶像的意思是，你有甲你人生上要紧的即个保留伫上帝，独独尊主做大无。你若无尊主做大，你的人生若无为着去做上帝的荣光，为着要学落伊的名，无论你咧做啥物，到最后就是要学落伊。你若无用即个刷去，干那咧趁钱咧工作，干那甚至有个人伫咧追求爱情，有个人干那伫咧友好伊的囝孙呢？你要注意哦，这是现代人真大的毛病，真侪人的上帝变做伊的囝，因为家己的时间、家己的精神、家己的金钱、家己一切，拢刻伫囝的身上。伊的囝煞变做控制伊整个生活的一个，伊的趁钱工作拢是为着囝。后来囝有一日。即个就已经对上帝荣耀上帝、敬畏上帝离开去啦，变做伫咧服侍伊的囝，变做孝子孝孙。然后有一日，佮看到家己一世人刻在伊身上的这个囝孙，无听话、无友好，伊人生怎放去？因为注意，这是咧，其实阿伯拉罕伫咧献以撒，这伫咧讲到上帝啊，这一切拢是你互我，拢是你的恩典。你互我的，你要伫，我佫甲我上宝贝仔囝佫献互你，佫行你。所以伫遮上帝甲伊讲，毋免啊，我已经知啊，我已经知啊。我毋是爱你囝的命，阿伯拉罕，我要知影你的心。你有甲上帝当作上帝，你有甲上帝当作上，安尼我已经知了。所以阿伯拉罕就成做信仰的老爸。阿伯拉罕敢若一个孤囝，后壁变做即摆一个以色列的国家，敢若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来出。因为即个家庭尊上帝最大，到即句遮尔细的一个国家，遮尔少的一个人民，因也佫伫世界变做摕到诺贝尔奖，摕到所有的奖上侪的一个国家，也佫伫遐咧发光。因为即个伫遐咧表明上帝啊，你至尊至大，除了你以外，我无别个上帝。请问你的生涯中间，真正有甲上帝当作上帝，有甲上帝当作甲上帝话当作话来过你的人生嘛？这一项。毋若上帝考验阿伯拉罕，上帝家己将伊的囝耶稣基督献予世间人，所以上帝将伊的独生圣囝赏赐世间，佮互伊钉伫十字架顶。安尼表明啥？表明真正有信仰的人，掠上帝做上帝要紧，上帝甲世间人当作上要紧。所以伊无惜一切，甲伊的独生圣囝耶稣赏赐世间。因为这是一个双向。上帝听你、听我、听到这个款，甲伊的宝贝拢互咱。所以安尼有啥物的价当？上帝甲人会听？无，圣经讲无一项物的价当。但即个价当，但是对软正软弱的世间人有太侪物件，甲咱对上帝面前带走去啦。所以今仔日侪人无一定。真正为着上帝的荣光来活，但是不管怎样，上帝这边这个线，伊永远咧表明讲，我听你到底。所以囝迷路的人啊，你就活倒转，我也搁听你，我要听你到底。这个是一个上帝对人类最大的决志。耶稣伫咧讲话时，才有伫咧讲一项。当耶稣的时代，伫咧控制会堂、控制宗教的，甚至伫咧看一个人是毋是上帝的囝，有清气相无清气相，
合伫上帝旨意，无合伫上帝旨意。但遮个拢伫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的手中。因伫咧审查别人，因伫咧批判别人，因伫咧论断别人，因感觉因是上好，因上接近、上敬虔。但是可惜，耶稣讲：恁遮个军队外的人，恁的义若无赢过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义，断断袂当入天国。咱真侪人有上过台南新南医罗光熙牧师的课。这句话就是伊的论文。恁的义若无赢过经学士、法利赛人的义，断的意思是绝对无可能。恁的义若无赢过，因是法利赛人、经学士是当时宗教的上真悬的地位的人啊。耶稣讲，恁的义若无赢过因。恁免孝想，上帝讲恁免孝想。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真大的冲击。当咱逐个人伫咧讲我的信仰，我对上帝的热情，我的宗教热情的时，毋通袂记得来倒转来伫即句话来想。遮有一群人已经遐尼难得啦，因自认为因伫宗教的规律、宗教的迄个严肃的会，然后读圣经，然后按照敬虔伫上帝面前，因咧按怎样伫咧守安息日，按怎样伫咧守摩西律法，因守甲，然后伫咧掠因的目睭前，遮个什么人无照安尼规矩的，因就会当对伊判刑，无拍算遮尔严肃的一群人。遮尔高尚的一群人，耶稣讲：恁任何人的义若无赢过因，断袂当入天国。那遮咧讲什么是上帝国的义？耶稣伫遮咧讲的是：遮个人真敬虔，无毋对。但是遮个人有一项顾外表，然后读哪侪经典，哪自高骄傲。所以，这经典伊毋是咧反省家己，这经典拢伫咧掠别人，伫咧批判别人，伫咧指责别人，用上帝的经典伫咧指责别人。所以，因变做这个人一日到晚拢缀伫耶稣的身边，伫咧指出耶稣倒位毋对，倒位毋对，倒位毋对。这耶稣咧讲的是。恁的义若无赢过经学士、法利赛人，经学士、法利赛人咧接受的是一个信仰的传统、信仰的规定，才有真侪法条、真侪规律、真侪古早人留落来的物件，因伫咧读遐，因伫咧接受遐。但是耶稣爱的毋是遮个物件，遮个物件是死的。遮个物件若守，会互一个信仰若硬化。耶稣互咱的是伫上帝面前，上帝爱是活跳跳的生活。只要安怎互一个性命伫苦难中，迄个性命得到安慰。当迄个性命伊伫苦难的中间找到你，你帮忙伊的性命得到安定，得到健康，得到，然后对黑暗中带出来。我甲你讲。你所做已经是咧实现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啦，因为伫你咧做这个过程的中间，你伫咧开花结籽，互一个人去摸着上帝的疼。所以，伫耶稣咧传的这个，毋是一个宗教的规律，耶稣咧传的是一个疼甲拯救，迄个是活跳跳的物，迄个是信仰上悬的道德。遮有一个人。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半路互强盗来抢拍到半小时，等伫路边，毋通袂记得。遮讲有一个祭司对遐过，遮有一个利未对遐过。耶稣讲这个是因为因是宗教的领袖。
因伫宗教的生活，感觉因真好真贤，逐个人因伫咧管理别人的。但是面对目睭前遮一种拍到半休死的人，因当作无看见，行对过，行对边仔闪过。因会想到遮有强盗咧出现，我若无经离开遮，我有危险。恁会当有足侪宗教的理由啊！我都啥人因兜要家庭礼拜，啥人因兜咧啊！我安怎样啦？你会当，我若望到伊，我无清气啦。你会当有一大堆宗教的理由，但有一个你无做，是晓一个人性命的害惨，你拢无为着伊做啥物，你连停骹也无。你有当时啊，伫上帝面前，互上帝鞭拍，互上帝生气的，毋是你做偌侪歹，是因为你的一世人，你拢无出来为着正人做啥物好，所以敢若家己好，毋是好。上帝互你互一个人存在，是你爱为着正人活。只要这是利未对遐过，看到遐一个人性命害惨，伫危急的中间。伊拢无做啥物，会记哦。遮个人伫上帝面前看做歹，伊并无做歹，但是伊互上帝看做歹是，伊无适当去做一项该做的事。所以该做的事无做，就互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看做无应该的歹人。但遮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撒玛利亚人，不当时撒玛利亚人和这个犹太人和这个经学师、法利赛人当作甲上帝的听、甲上帝的拯救无关系。这个互人伫人的目睭中看做无路用，甲上帝的听无关系。伊拄着这个，遐有人害惨，然后紧挖去。伊无想到，遮有可能，迄个强盗有可能秘咧，佫出来抢伊杀伊。伊无咧管，伊无咧考虑遮个，伊干那招一个人咧害惨，伊就跳落去，然后帮助伊用伊家己炸的身躯炸的物件，拢甲糊，拢甲用，然后佫甲车去伫旅馆，无够钱，头家啊，我转来佫还你。伊看见一个人，伊会为着别人的健康，为着别人的需要，为着别人的安全。要互即个惊吓的人得到平安，目屎全得到欢喜笑，然后遐有一个真感动的画面就出来。伫即个听的过程，无应该有宗教的考虑，伊是毋是不教徒，伊是毋是拢无，伊是啥物款的皮肤的人，拢无，伊的清查好看歹看，拢无，因为敢若看到。所以你若看到，伫咱即个才有真侪医护人员，医护人员的即个律例是。伫医生护士的面前，无有宗教，袂使有政治，袂使有种族，敢若看到一个人那定。上帝一听，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政治，所以这个你会当看会见，这伫耶稣的身上，例如我讲，耶稣真正是我生命的主甲救主。一个30岁囡仔，伊透有法度，通伫迄个无读册的背景的中间，然后显明遐尼深沉的上帝甲上帝国，伊真正是对耶稣、对上帝遐来无毋对，伊真正是对上帝遐来无毋对。圣神启示先知，伫遐甲伊讲：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伊你所爱是甚物呢？爱你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三当行。咱用华语读一下，好预备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伫先知得到启示，才讲世间人啊，上帝爱你是啥物呢？因为伫遮上帝真正无爱咱钱够用就好，真正钱够用就好。社会身份地位，认为社会身份地位爬哪悬的，你的社会责任哪重？趁愈侪钱的，你的社会责任哪重？所以看到真侪好野人，伊的子孙拢敢若
甲钱拢摕伫家己买大厝，然后开好车，对社区、对社会拢无贡献。我的心内拢讲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有一日，上帝甲恁收转去。上帝爱恁创啥物呢？敢若行公义、好人敏、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甲你的上帝相同行，意思是啥？甲你的上帝做同款的代志，甲你的上帝做同款的代志，表示你甲你相同行同款的路。这英语真趣味，英语讲世间人啊，其实英语才讲 all mortal， 意思是讲，哎呀，会死的人啊。all mortal 的意思是讲啊，恁遮会死的人啊，会记得？你我咱有时咱拢是会死的人，有时咱会死了后，咱会去见咱的上帝。见咱的上帝时，上帝对你所爱的是啥物呢？几项？第一是啥？行公义；第二，好人敏；第三，存谦卑的心；第四，甲上帝相同行，甲上帝相同行，甲上帝做同款的代志。这个是伫圣经互咱。过一摆，搁倒转来伫遮。枵喙焦耳无义的人好去，因为因要得到巴足，因为因的脚步要得到实现。逐日伫咱的生活的中间，直咧努力，直咧追求上帝国临到伫咱。通过你所做的工、所讲的话，互你的、互上帝国的影会当落实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婚姻，伫你的遮个行事的关系，伫教会的关系，伫社区的关系，伫你的办公室的关系，因为你若一日到晚咧做，拢伫咧较无这项，佮甲你的时间、精神、金钱用伫遮，圣经讲上帝报答你，上帝报答你。最后遐一句话，马太6章33节、34节，耶稣讲的，咱读起来无背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讲，你的性命上要紧的，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啦。无啥物比这个较要紧，这个上要紧的，这个肉粽干，这个头若长着了后，你所欠缺的自然上帝会完成。因为毋知你我，咱会当来追求这款的无，甲上要紧的掠着了后，然后后壁剩的自然直对焦对而合适。伫咧教册中间，我定定伫咧甲这学生讲。你的性命上要紧的是啥物？请你逐个人列出来，个人列出来了后，佫伫小组去分享，分享了后，佫甲小组物件佫摕出来报告。无论是个人，拢感觉家庭上要紧；小组分享了后，佫列出来上要紧的，佫是家庭健康。结果我问这学生，请问家庭若是遐尼要紧，请问恁逐礼拜拍几摆电话互你的是大人？老爸老母伫厝内咧艰苦，你知无？老爸腰闪着，真正压落袂落去，你敢知？还是逐个月干那一摆拍电话，我没钱了，怎么还没有寄过来？因为伫厝内，家庭若是遐尼要紧，你伫家庭咧讲话，请问你的声是比老爸老母较大声？还是老爸老母无论偌大声，你拢也阁会当细声应对。家庭若是遐尼要紧，你用偌济时间转去的时，伫咧帮补妈妈咧走骹咧无用，你有入要走骹斗创啥物无？还是逐项拢妈妈看了，干那要阁叫你的对房间叫出来外口，斗阵食饭，就阁甲你起冤家。真侪时阵，咱的概念、咱知的代志、咱想的代志、心内的代志，甲实现出来落差太大。要安怎？耶稣是要甲咱捡转来，伫你的一生的中间，
你若已经捌到上帝，当上帝予你的时，你的一生什么上要紧？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遮个你若用你的一生去追求，到最后你所欠缺的，迄拢是物质的物件，遐物件自然会捡好去。迄自然你袂夭着，因为伤济互囝儿对你无利益，伤济按怎样对你无利益，到用就好。所以真侪人暗时困袂去哦，会记啊哈。咱家己的部分，咱的任务若做了，你着感谢上帝。上帝啊，我今仔做到遮，啊，我尽力啦嘿。啊，剩的你家己去补，我尽力就好啊。立位1000个尽力，上帝讲好，搁尽忠；2000个尽力，上帝讲好，搁尽忠；5000、10000个你尽力，嘛是爱尽力，尽什么力？毋是咧拼你家己，拼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你若有，我若安尼哦，我祈祷上帝莫互我伤济。我的天主，我的能力若伤济哦，我的较少咧，因为逐个人适当就好，然后到最后为着普塔上帝国甲上帝义。中华地区敢有可能因为永福教会甲永福教会兄弟，中华伫遮变做一个搁较水的都市。伫遐有看到中华永福教会的会友，伫每一个展处，伫每一个团体伫遐，因为咱咧追求的毋是干那个人的得救，耶稣咧遮个绝对毋是干那个人的得救甲洗礼，是个人得救洗礼了出去，成做一个上帝国的实现的经营者。三甲来祈祷，我要感谢主耶稣，通过圣经你讲的话留落来，互阮知上帝的国伫阮的心内，上帝的国伫人甲人彼此相听的中间，上帝的国临到伫心内颂香佮拍拼追求的人，上帝的国临到伫为着家己的软正软弱来忧伤痛悔的人，上帝的国临到伫用温柔的态度款待人的人，上帝的国临到伫用咬喙焦的态度来追求上帝国实现的人，这个人伫上帝面前，拢要上帝讲好啊，好，佮尽忠的行义，恁的需要，天顶的上帝看见，也要甲你补助。愿一切荣光归伫爸，愿一切怜悯、慈悲、平安归伫敬畏上帝的人。然后，阮的祈祷伫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同心讲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甲勉励，愿咱拢诚侪迄个行上帝的义，是迄个有福气的人。这是咱三国内吟圣诗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立伫光明得自由徛在。求主，我来就你。兄弟姊妹，咱三国来起立，咱来吟全首。
家己姊妹请坐。这是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恩典，咱三角来奉献。假使你若是第一遍到伫教会，也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你毋免奉献，袂要紧。咱三角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也坐，请坐。下面报告甲介绍咱遮牧师。今仔日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遮无 ？OK， 若无咱来看咱今仔日的消息。拜三暗咱有要举行诗会的训练，即个遮有几位同工。欢喜受训练，诚做未来徛伫台顶，带咱用台语礼拜诗会者。请拜三暗，逐个人斗阵来。特别，我要邀请有伫台顶，到即个有伫台顶伫咧诗会所有的长老甲执事，请咱拢斗阵来。因为经过遐侪冬，可能咱伫诗会的一寡物件，拢最少互相爱搁调整一下。我想要安怎样，互咱的教会，咱会当真正对咱的心底甲上好的献互上帝。我伫遮我要安尼讲，有当时一寡物件，但伫咧操练，伫操练的培养的中间，会当伫小组、伫团契去操练，但是逐摆若来到伫礼拜日即个时间，咱是要甲全教会上好的献互上帝。所以。你若无论咧做啥物款的操练，请拢伫各团契伫遐尽着好好操练的责任。所以一寡长老执事操练遐新手，拢伫小组，但摆来到遮，咱就是爱照定位。因为咱真正咱的努力，伫咱的信仰，逐个人咱咧甲上好的摆伫遮，要互上帝欢喜。所以请所有的。有伫过去有伫台顶伫咧诗会长老执事，以及新的遮的同工，拜三暗请7点半，咱三甲伫遮。逐个人拢若有迄个礼拜手册的人，逐个人拢爱早礼拜手册来。伫遐有安怎样迄个
宣调伫遐安怎祈祷，迄本册内面拢有，所以教会拢有分互咱遮个同工，一人一本礼拜手册，迄本爱扎来，搁逐个人扎一个迄个听序表，吼，即个请咱遮个同工注意。拜一到拜三，牧师甲团队去参加总会牧者的在职训练，伫桃园。拜三暗转来做即个诗会训练。拜四咱要开中会伫园林基督教病院，牧师团队甲第二长老会去。然后过年就到了哈。咱迄个新春2月16拜五，咱有新春的礼拜。望即个新春的礼拜会当甲所有对外口倒转来。我望咱的兄弟来做一项代志。真侪人会讲牧师实在我无法度通做礼拜，因为阮囝、阮新妇、阮查某囝、阮孙仔对台北倒位转来，对国外倒转来，所以我爱踮厝呢宽待主食。我要甲遮个兄弟讲，掠上帝最要紧。你的囝、你的孙伫外口无一定有照常伫咧做礼拜。大爱趁因倒转来看老爸老母的时，你爱甲因讲，恁若友好是大人，请恁缀我来去礼拜。因为趁即个时表明你的信仰，趁即个时带因来教会，特别是新正年头。犹太人留予咱一个真好的是大囝献予上帝。咱古早嘛大囝去读新学院，然后甲一年的新春来甲上帝见面。来甲兄弟见面，甲带来你的全家来到伫遮，所以2月16新春的礼拜，我望咱的教会是做甲满满，因为真亲人朋友拢来，逐个人拢共同来。OK， 即个拜五咱有新春的礼拜，伫遐咱原来夹一个奉献的茶啊，然后过18个礼拜，咱照常叫咱注意迄。25咱有要举行圣餐洗礼。所以，请各团契，请长老执事，你帮是伫咧关心培育的人，即个是鼓励因，你若感觉因已经准备变，鼓励因三甲来洗礼。会记得长老执事是咧传福音，毋是咧治理教会尔，伫咧传福音的，所以爱注意，逐个人拢爱有心去招培养你身边一寡该培养的人。OK， 望长老执事诚做传福音的模范。咱伫春节的中间，伫春假的中间，照政府规定，咱办公室原来休困。但是16牧师讲道，然后迄个圣家兄值班，18小团队讲道，然后议程干事值班，咱照即个。所以周报拢会事先印好，所以请各事工组，若有啥物爱报告的时，即个中间若有啥物爱看周报，拢爱提早。最后咱跳去迄个第4、第5页，才咧讲到迄个金陵协会。金陵协会咱有伫后礼拜的线，咱有要召开理监事会，所以请遮个理监事，爱注意。后礼拜煞，咱就会召开即个会，请甲时间拨落来吼。其他的事项，请咱家己看，有真侪该带倒的教会事工，请你伫新的年望会当加一寡关心。潘长老、潘国忠长老，昨暝我有请民基兄开始去陪伴、去照顾。莫互长老娘遐尼一个人遐尼辛苦，所以民基兄对昨暝就开始入去，请咱若有机会，咱的幸福的家庭有侪人，我像两正乱就请你就近，特别是各区组中级，请带队关心你迄组的人。只有一个咱的姊妹，可能咱较少看到伊，地洋选梅姊妹。昨昏已经安息，人看到伊的时已经转去啦，家己大，所以
牧师礼拜线都爱去关心即个家庭田阳雪梅姊妹伊个家庭原来无来做礼拜吼毋忙，咱逐个人互相关心。即个是咱来看生日歌，咱来为着2月生日个来后摆若要唱生日的歌，迄个慧聪老师就跳起来吼，主动跳起来。请2月生日的，请拢起立好毋好？2月生日的，2月，稍等下。请2月生日的，2月生日拢爬起来，有诶无？来，拢主动爬起来吼 ，OK 哦。你今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来咱边仔的人去甲一个手，代替咱众人甲伊祝福。日快乐伊就海落你海，落你落你伊就海落你海。上帝祝福你。互你年岁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你。OK。下面咱3cou来吟圣诗第620首，疼痛真光大黑暗包围中，求你带我暗暝见深离开真远家乡，求你带我。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愿恁致意追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引带甲圣神的同在，互咱直直行，直直三脚牵手行，行到迄一日，拢入伫上帝的面前，互伊讲好啊，好佮真忠的奴仆。愿咱三脚来去做上帝的国，伫咱的身边，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中华。但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脚同在，伫你的日子有伊的保守，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真济，灭倒，上帝祝福你。